喂，李廣宇議員。好，感謝主席，亦都感謝局方同埋剛才余專員分享譬如喺財案嗰度咧，我哋都提及過話食品出口啦，我哋希望有更加多香港嘅優質嘅品牌，包括農產品可以走出去啦，咁啊從而可以促使到我哋個出口值咧係由77億啊，由24年去到25年嘅94億，咁希望26年都要繼續有個雙位數嘅增長啦。咁啊呢個做得好好嘅，咁有兩個問題係想問，咁其中一個咧就係包括咧。文件嘅第3段咧有提及到話，食安中心會就住一啲唔合格嘅樣本咧係進行一啲嘅行動嘅，咁包括下架咁樣啦。咁啊，我又想了解下，其實食安中心咧會唔會係加強對呢啲涉事嘅入口商嘅貨品啊，佢哋喺運送嚟香港，無論係海陸空嘅檢查嘅情況底下咧，會做得更加好嘅、更加多嘅一啲嘅檢查咧，唔係就係抽查咁簡單嚇。咁第二項咧就係了解多少少咧，其實網購嘅食品咧亦都越嚟越普及啦。想了解下食安中心咧會唔會考慮將網購食品嘅安全檢測咧係可以未來獨立成為一個新嘅專項嘅食品嘅調查，令到我哋市民咧更加了解同埋可以預防相關嘅食品嘅安全嘅一個嘅風險咁樣咧。多謝。其實咧，如果係抽查咧，如果係譬如我哋食安中心發現咧，喺平時嗰個抽查嗰度咧，發現有唔合格嘅樣本嘅話咧，下一次再入嚟嗰陣時咧，我哋喺入口層面咧就會扣檢嘅，即係會扣檢唔止1年嘅，即係會有一段時間嘅。咁就保障食物安全啦。另外網購咧，我都好同意李議員所講嘅，網購咧我哋亦都係關注嘅。咁我哋亦都有咧喺唔同嘅細項入邊咧，都會加一啲網購嘅樣本喺度嘅。即係譬如舉例，我做一個檢測，譬如蔬菜做農殘，咁我哋會除咗實體去市場買之外咧，我哋亦都會響入口層面啦、零售層面啦、批發層面都會去攞。另外再加多一個層面就係網購，我哋會喺網購度去攞版嘅。咁我哋整體嚟講咧，成個檢測咧，其實我哋發現咧，網購嘅食品同埋實體店買嘅食品咧，個合格率咧係相若㗎。唔該。好。